这是铁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福印度总理莫迪74岁生日；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闭幕；智慧之海学校获得明尼苏达州教育部特许批准；第4届欧洲藏传佛教会议在比利时修一召开；蒙古国驻台湾代表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1913年蒙藏条约与关系论文集在东京发布；宗教与文化部代表出席第7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9月18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西藏妇女协会、达尔霍西中央西藏学校的校友和毕业生，以及拉萨地区的民众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表示，能够举办长寿法会是尊者与西藏人民长期积累功德的结果，表示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履行佛陀的教导，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和佛教的兴盛而激进努力，并鼓励与会信众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此外，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本周二9月17号迎来74岁生日之际，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莫迪总理，表达了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在祝福莫迪总理生日快乐的同时，强调了印度以其悠久的慈悲和非暴力传统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尊者进一步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的65年中给予流亡藏人的慷慨援助和热情款待，并祝愿莫迪总理身体健康，在实现印度人民的希望和愿景，以及为创造一个更加富有慈悲心与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另外，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智慧之海学校于近日获得该州教育部的正式特许批准，并授予了该校创新教育机会项目，允许该校开办一所独特的公立特许学校，服务于8年制学校的学生。该学校将于2025年秋季开学，将社会、情绪和伦理学习与藏语课程相结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智慧之海学校在新闻稿中感谢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为学校赐福和命名，也感谢司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坚定支持。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暨藏人行政中央年度工作报告会议于本周四9月19号闭幕。与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相关的修正案和多项决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议员通过了一项声援西藏境内紧急状况的决议，并以多数票通过了最高法院相关章程的修正案。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向批准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签署该法案的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感谢决议，以及向长期坚定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澳大利亚前议员珍妮特·赖斯的感谢决议。与此同时，与会议员通过投票选任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洛桑伊西为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的教导主任次成多杰当选为公务员选任委员会委员。在为期8天的会议上，与会议员和各部门部长就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下属机构的年度工作报告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
与此同时，第4届欧洲藏传佛教大会于上周五9月13号在比利时休伊的云丹林佛教中心召开。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28个藏传佛教中心的44名僧俗代表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宗教与文化部部长边巴次仁通过视频致辞，而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欢迎与会各方僧俗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藏传佛教中的转世概念等议题，以及鉴于中共当局一直试图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与会者重点讨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达兰萨拉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馆长格西拉多发表了主题演讲，为会议定下了积极的基调，并激励与会者深入参与所提出的主题。经过与会各方的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后，会议一致通过了6点宣言。另外，驻台北乌兰巴托贸易经济代表处代表铁木巴特和副代表佐尔扎亚于上周五9月13号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双方在会晤期间讨论了西藏与蒙古在历史、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联系。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简要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和驻台湾办事处的运作情况，以及西藏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和各国的支持，包括美国历届有关西藏的立法、台湾藏传佛教的现状，并讨论了双方未来的合作与交流的机会。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米久玉珍和佛学导师格西丹增南卓仁波切也参加了会议。与此同时，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于上周3 9月11号在台湾举行第12届弘法论坛暨菩提达摩四论汉译藏新书发布会。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菩提达摩四论的译者次仁扎西堪波，以及汉传及南传佛教的高僧等僧俗代表出席了活动，共同见证了菩提达摩四论的汉译藏新书的问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应邀出席活动，并发表了讲话。此外，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于上周6 9月14号在日本东京的中野区役所举行了纪念蒙藏互认条约签署11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行纪念集会，包括日本、蒙古和西藏的学者、支持者以及媒体代表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在致辞时，感谢主办方邀请他参与活动，并着重谈到了保护和弘扬西藏和蒙古等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当局如何试图摧毁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身份，并扭曲历史的政策。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基于元朝和清朝在历史上的霸权，对蒙古和西藏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严重扭曲了历史，并着重强调了1913年蒙藏两国之间签订历史性条约的有效性。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第7届国际青年藏学家研讨会于9月2号至6号在英国伦敦的牛津大学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代表团在会议上介绍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西藏数字图书馆项目。宗教与文化部的代表团在研讨会上向与会者分发了有关该项目的册子，并全面概述了该项目的目标和进展情况。此外，牛津大学藏文学科顾问查尔斯·门森、研讨会组织委员会成员丹尼尔、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等专家学者听取了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介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